相亲啊，这个国内心脏外科的权威，嘛是进行病院的院长魏征，讲嘛确诊胃着病毒，讲一度是发烧到38度半，然后是痛甲，参要啉茶都困难。啊，因病院的内部嘛流传着一份魏征发予员工的消息，提醒大家若呼吸困难，爱马上来挂急诊。过来分享3种的药物、8种的食物，伫厝会当对抗轻症。营养师嘛提醒大家，都来摄取一寡维生素 A 甲维生素 E， 会当适时来修复到喙孔的黏膜。啊，这个甜的甲冰，这个冰的较莫食咧，才袂愈扫愈严重。本土疫情严重，未少医护人员嘛为着病毒。台北市金兴病院院长、心脏外科的权威医生魏征嘛，伫15号确诊。伊讲家己脑痛甲连啉水拢真困难。魏院长确诊了后，传讯息员工用家己的经验分享几种药啊，像多巴胺宁会使退烧止痛，不过逐工袂使食超过5粒。然后严重发炎会使食喜乐包，紫扫水会使至少化痰。魏征嘛讲，若拄着家己无法度处理的状况，尤其是喘气真困难，爱随挂急诊。伊嘛有讲到确诊了后的3大重点，提供予轻症的民众参考，包括水分、药啊、营养拢爱有够。若是民众若后发炎的状况较严重，伊嘛推荐豆花、布丁、无过牛奶、吹卵较袂刺激、较好吞的物件。有较真的民众讲，若后会亲像互大挂着遮尔痛，营养师嘛建议加补充维生素。维生素 A 的食物，比如说像一些橘黄色的食物，像南瓜啦、红萝卜啊、地瓜等等的。那如果黏膜有破损，在这个时候吃这些东西，其实还蛮好下咽的。我们可以用一点那个莲藕粉，那下去勾芡，那事实上比较不容易呛咳。因为直直扫所造成喙内底黏膜受伤，会使透过食红菜头素、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 来修复。另外，伤甜的物件或者是凉的，拢会影响黏膜修复。发烧的症头更较严重，无建议食伤济。随着确诊人数一直增加，专家嘛估算6月底会达到高峰。民众除了爱守护健康，嘛爱提早做好准备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